據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喺2023年嘅統計數字顯示，新增嘅子宮頸癌咧係有大概570幾宗嘅。咁當中咧有40%嘅病患者咧係已經確診係晚期嘅子宮頸癌。通常佢哋嘅困難咧就係一係就係之前喺早期嘅時候做過治療啦，咁可能佢哋做過電療、化療啊咁或者咧係一開始已經係一個擴散性嘅癌症。喺子宮頸癌嘅患者裏邊咧，可以用嘅藥物治療咧，其實選擇都唔係真係好多嘅。尤其是有啲以前有試過有子宮頸癌患者，佢曾經做過電療啦、化療啦。咁如果佢有復發嘅現象咧，我哋可以用嘅藥咧就可以包括以前用過嘅白金類嘅藥物啦。如果白金類嘅藥物配搭另外一啲藥物係無效的話咧，其實咧喺其他嘅藥物裏邊咧嘅選擇咧真係得唔係好多。其實都有嘅，其實喺早幾年開始咧，除咗用化療之外咧，我哋可以加一啲叫做免疫治療啦，同埋一啲標靶治療落去嗰啲化療藥裏邊，咁咧就會增加咗個腫瘤縮細嘅程度啦，延長個病人嘅壽命啊咁樣。最新咧亦都有一啲藥物咧係註冊咗嘅，咁嗰啲藥物咧係一種叫做 ADC 類嘅藥物。咁 ADC 咧係一隻藥物裏邊咧係包含一啲標靶嘅治療，裏邊亦都係有一啲化療嘅成分喺入邊嘅。咁呢啲藥物咧就係針對嗰啲子宮頸癌嘅細胞啦，然後去用標靶嘅方法咧去殺死嗰啲腫瘤，亦都係將裏邊啲化療咧去順便殺死隔離冇標靶嘅腫瘤嘅。新嘅藥物咧有唔同種類啦，我先講一啲叫免疫治療啦。免疫治療咧就係嗰啲藥物刺激翻我哋身體嘅免疫力去打嗰啲腫瘤嘅，所以有時我哋個免疫力太強嘅時候咧，亦都會打親自己嘅器官，例如可能輕則就有啲紅疹啊、風爛啊、肚瀉啊咁樣，咁有啲咧就會有啲甲狀腺嘅問題啦，同埋咧可能會令到其他嘅器官咧有一啲炎症，例如個肺啊或者係其他肝啊嘅地方有發炎嘅。咁如果遇到呢啲情況咧，通常我哋真係會排除咗係咪真係有細菌啊或者病毒嘅感染。如果唔係的話咧，可能都係因為一啲免疫治療嘅影響。咁啊，通常我哋用一啲叫高劑量嘅類固醇作為一啲解藥嘅方法咧，去減低呢個免疫治療引致嘅副作用嘅。另外一啲新啲嘅治療，例如我頭先都有講過嘅 ADC 類嘅藥物啦，咁佢哋個副作用咧，因為藥物裏邊包括一啲標靶啦，同埋一啲化療類嘅藥物，咁所以咧都會有啲副作用咧，包括可能有啲嘔心啊，或者係有少少有啲人會甩頭髮啊咁樣樣，亦都會可能影響到白血球嘅。另外有啲少見啲嘅副作用咧，就係可能會影響隻眼睛，可能隻眼咧會發炎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要用一啲 ADC 類嘅藥物而針對子宮頸癌的話咧，係要定期見眼科醫生做眼科嘅檢查嘅。通常有晚期子宮頸癌咧，當然都係會有唔開心嘅時候啦。咁但係咧都要積極去面對啦。咁其實由於有啲好多嘅新藥嘅出現啦，其實有好少部分嘅病人咧，甚至乎咧可以做治療嘅時候咧，唔見咗啲腫瘤，而一路做治療嘅時候咧，會一路撳住個病嘅。另外呢啲藥物咧，亦都係去減低個腫瘤引起嘅唔舒服啦，亦都可以延長壽命嘅。同埋咧，其實醫學裏邊日新月異啦，成日都有啲新藥推出。我覺得唔使話氣餒話我有晚期子宮頸癌啦，咁就要放棄。咁但係咧，因為有好多唔同種類嘅藥物咧，佢嘅幫手咧，其實我覺得就可以積極去面對啊咁樣樣咯。